大家好，我叫智 Lab 仔，係房協項目智慧中心 Lab Plus 嘅宣傳大使。2025年，房協成立 Lab Plus，引入項目組合管理平台，實時監察工地。房協嘅建築工地，早已跳出只靠傳統人手作業嘅年代，而係結合最新科技嘅智慧工地。多年前，房協以高瞻遠矚引入多項先進嘅建築科技，革新工地文化，推動可持續建築，提升工地施工效率同安全，為建築管理文化畫上新定義。點解房協咁積極敢於創新呢？不如我哋聽下項目管理團隊點講啦。對我哋項目管理團隊嚟講，我哋唔會墨守成規，只要肯大膽嘗試，冇嘢係唔可能嘅。作為房屋實驗室，房協積極探索新科技嘅應用，追求卓越表現。早幾年，我哋已經先行先試，採用 MIC 組裝合成建築，以及採用 DWSS 數碼工程監督系統、Digital Twin 數碼分身工地監督等等。科技係日新月異嘅，我哋近年已經展開咗更多嘅建築技術。房協正推展歷來最大規模嘅發展計劃，提升建築工地效率有關重要。房協喺營運總部設立咗 Lab Plus， 整合工地各個附屬系統嘅數據，實時咁樣監測工地，讓房協能夠按數據分析作出有效嘅決策。呢個控制面板就係 Lab Plus 嘅心臟地帶，一眼關七睇晒房協所有工地嘅實時數據同埋工地情況，好似人嘅大腦一樣。如果遇到問題，就可以即時發出通知，及時作出改善。引入呢啲智慧建築科技，都係希望提升項目嘅精、準、速、效，交付優質嘅房屋。Lab Plus 唔單止係一個具備實體空間嘅實驗室，同時佢都肩負起一個具前瞻性嘅使命，作為孕育新思維嘅平台，讓房協跳出既有嘅框框思維，提升面向未來嘅能力。同時佢都匯聚咗業界嘅創新智慧，為房協同業界帶嚟建築嘅協同效應，最終透過創新嘅房屋方案，促進共融社區發展。另外，房協已採用由發展局研發嘅人工智能協作監督平台智眼，幫我哋實時監察古洞北新發展區項目嘅 MIC 施工等工作。房協古洞北項目亦成為全港首個在非公務工程中應用呢個系統嘅項目。智眼令我哋房協駐工地人員同工程承辦商可以更清楚掌握工地狀況，提供即時警報、數據分析同遙距監察功能，大大提升施工同管理嘅效率，真係好有用啊！可持續發展亦都係房屋發展嘅大方向，我哋係肩負起呢個責任，唔單止係要提升環境嘅可持續性，員工嘅福祉亦都係同樣重要嘅。我哋唔單止喺明華大廈重建項目引入咗嶄新嘅氫能發電，係香港首個採用氫能發電嘅工地，亦都喺呢個項目率先試行全生命週期碳排放評估 WLCA。最近我哋又喺馬頭角項目設立咗 MIC 多功能協作中心，呢個已經係房協第5個 MIC 辦公室。我哋仲會用無人機支援工地嘅監察同埋緊急救援等等。氫能係一種潔淨能源，房協喺明華大廈重建項目利用現有煤氣管道提取氫氣，為電動車充電同臨時工地辦公設施供電，減低碳排放，真係夠晒創新啊！房協以確保工地安全為首要任務。今年年中，我哋會喺馬頭角項目採用遠程駕駛天秤系統。呢套先進系統整合 MIC、人工智能、物聯網同高精準遙距控制技術，讓天秤操作員可於地面控制室遙距操控天秤。以後，工人就唔使再爬上爬落天秤工作，既安全，又可以大大改善工作環境。房協真係抵讚啊！
房協其他現行嘅建築科技應用，仲包括電子化處理建築文件嘅項目資訊管理系統、人工智能安全分析系統同安全智慧工地系統等等。喂，智叻仔啊！建築科技只係工具嚟嘅咋，提升效率、協作同埋工人嘅福祉、可持續發展呢啲，先至係我哋真正嘅目標啊！雖然建築過程係充滿挑戰，但係能夠為社區締造可持續居所，我哋相信冇嘢係唔可能嘅。